自往2026年8月初9，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请咱来听读圣经，记载伫俄巴底亚书第10节到15节。因为你残害家己的兄弟雅各，你会见笑甲要死，永远受毁灭。对着攻破伊的城门的时，你惦惦徛咧看。外族抢夺财物，抽签分耶路撒冷迄日，你竟然插一骹。你的兄弟拄着灾难迄日，你毋应该徛咧看。犹太人受毁灭迄日，你毋应该欢喜；因拄着灾难迄日，你毋应该甲因啼笑。我的子民拄着灾祸迄日，你毋应该入去因的城内；因拄着灾难迄日，你毋应该徛咧看因受苦；因拄着灾祸迄日，你毋应该抢夺因的财物。你毋应该徛伫十字路头砸逃难的人，嘛无应该伫灾难的日将难民交互对敌。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到啦！以东啊，你安怎对待人，人嘛要安尼对待你；你安尼做，嘛要安尼受报应。以东受审判甲刑罚。俄巴底亚书伫旧约是上帝的一本册，全书只有一章，毋过伊也袂因为短就袂醒目，反正因为伊的信息宝贵，亲像细粒的泉石，散发灿烂光华。俄巴底亚名的意思是上帝的仆人，这算是一个普遍的名，伫旧约圣经中就有几个叫做俄巴底亚的人名，所以平平看到一个人名爱留意，因是共一个也是无共的人。马太福音7章17节，彼拉多问群众讲：恁爱我放倒一个耶稣互恁？是耶稣巴拉巴，还是称作基督的耶稣？巴拉巴另外一个名也是耶稣，总是毋是基督耶稣，这绝对是无共人。相款，先知俄巴底亚也有共名无共人，咱嘛得爱看是倒一个俄巴底亚。先知俄巴底亚的出身资料详缺，只有干那伫圣经留伊的名，其他咱毋知伊的出身，也咱得查考详细的历史背景。圣学者比较的中间，感觉较有可能的时代是指主前587年以后，南犹大灭亡以后，当耶路撒冷受对敌攻陷的时，甲以色列人原本是同宗共族，是手足的以东人，毋但无出兵帮战以色列人，反倒幸灾乐祸，圣火打劫，帮战因的敌人，罪上加恶。所以上帝讲，要照因的歹报应以东人，互因毁灭，所剩无偌济人。若是遐个受领回归的以色列人，嘛要转来到伫上帝赐福互因应允之地，也要伫以东的土地居住。伫旧约圣经中，咱若拍以东，会当找到158笔的经文资料。以东人甲以色列人是亲族，也是世仇。以东人的祖先是以扫，以色列人的祖先是雅各。以扫甲雅各是双生仔囝，是以撒的后生，亚伯拉罕的孙。以东人住伫甘地的南部，
因真早就建立国家。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借因的地过路的时，因毋领拒绝，搁派兵攻击以色列人，非常无情。另外，伫扫罗王拄呾咧追杀大卫的时，以东人得意密报讲，这是亚希米勒暗助大卫。后来，伊伫扫罗的授意下面，杀死亚比米勒全家80个祭司以及其他的家眷。大卫也伫诗篇52篇写记即件事。以东地较济是旷野甲山岩，因除了是游牧民族，也从事贸易。另外，还搁伫阿卡巴湾有2座港口城，以顺加北甲以诺。以东人留落来的古都建立伫西拉山，对山岩插出来的佩多拉宫殿甲神庙，留到今仔日是真出名的中东旅游观光胜地。以东后来伫两约期间，互马加比王国攻占，也强迫当地人着信奉犹太教。罗马人取得巴勒斯坦，以东自然就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耶稣时代的希律王也是来自以东地区的以托买人。今仔日的以东地区也成做现代以色列国的领土。俄巴底亚书的分段，第一小段伫第一节的上半段，俄巴底亚得到上帝的启示。至悬的上主呼召俄巴底亚做先知，互伊得到的启示是宣讲关系以东的信息。第二段伫第一节后半段到第9节，上主要处罚以东。上主派使者呼召列国甲以东交战，要互伊伫列国中变做弱小，搁受藐视，因为因骄傲讲家己是住伫悬山顶的石洞内，无人会当甲因拖落地。若是上帝讲，因就算亲像鹰鸟会当飞甲真悬，搁通伫天顶的星辰中间作秀，上主也要甲因拖落来。上主搁讲，贼仔来偷强盗来抢，只是摕走因要爱的物件。挽葡萄的也会留我淡薄的葡萄袂总挽。毋过以东来会受彻底的毁灭。以色的子孙以东人要受革命的国家欺骗、抢夺、征服、陷害，也要受赶出因家己的国境。以东人虽然伫因中间有巧人、智慧人，毋过因要受毁灭扫除。第9节，才讲到着提曼，提曼也是以东的另外一个名称，意思是南方。第9节可能是指发生伫波斯人统治期间，阿别人入侵，将以东人杀甲剩无几个人，搁伫遐定居建立拉巴提国。第3段伫第10节到14节，以东受处罚的罪由。以东人受上主处罚最大的罪，就是因残害家己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上帝讲，要率领城受对敌攻破的时，以东人毋若恬恬仔徛咧看，而且插一骹抢劫，欢喜看家己的兄弟拄着灾难。看因受苦，搁啼笑，也冷血，将逃难的难民拿早掠到互对敌。第4段伫15节到20节，上主要审判万国甲以东。
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到啦，以东也要受恶有恶报，因为因歹款待因的兄弟雅各的子孙。以东受刑罚，列国嘛要对地受刑罚，直到受消灭。第五段伫17节到21节有言以色列的德性。这段有言讲以色列的对敌会受刑罚，上主的选民的德性受祝福。以色列所剩的子民，毋但会当收复因的产业，也要打败东西南北的对敌，做因的地。圣安山要成做上帝圣山，也要对遐统治以东，互国权归伫上主。俄巴底亚书对咱有甚物教示？头一项咧讲到着狂傲者受骗惨，骗术甲受骗者伫今仔日的全球各地，也拢是真普遍搁严重犯罪的案件。咱的总会传播中心今年也有制作几十支的防诈骗短影片，教人安怎防备受骗。最近几日，台湾上界热门的新闻就是主席公督会伫 COVID-19 发生后，为着要抢买疫苗，互一个今年才41岁不良律师诈骗集团拐骗3000万美金的牵交费的代志。前总统陈水扁是一个头壳真巧，反应也真好的人。伊是律师出身，总是伫2008年的时，也互当时一个才15岁的变成外号黄旗的少年囡仔假冒塔罗牌专家替伊算命，搁诈骗成功。这个新闻伫迄阵也捌闹热一阵。较早有民主践行后来我对共产党搁去中国教册即个立委朱国正捌讲过一句名言：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总是实际上，咱大部分的人拢讨厌受骗。先知俄巴底亚讲，以东人受欺骗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家己心内骄傲，欺骗家己，因掠做家己住伫悬山顶的石洞内，迄是绝对安全的。因搁有无益得到大量的财宝，甲伫因中间有济的巧人、有智慧的人。上时阵因也有坚强的民国，外交真稳固，所以就公傲自夸，家己骗家己。第二种是互家己的盟友国用骗术征服，因食以东人的饭，却设罗网来陷害因。最后所伫约翰福音13章18节讲，卖伊的犹大是亲像甲我做伙食饭的人，竟然背叛我。圣经伫诗篇41篇第9节，大卫也捌甲谈讲：我所信任食我的饭，知己的朋友竟然举骹踢我。俄巴底亚提醒咱，毋通互家己的骄傲骗去，也毋通互家己的知己骗去。咱台湾话就有一句话讲：熟悉食碗内。第二，珍惜亲情也是信仰的实践。珍惜亲情，并毋是讲用亲情绑架，也是道德伦理绑架。只要献出亲情关系，就通为所欲为，甚至包庇犯罪。毋是，珍惜亲情是伫
合情、合理、合法，合伫信仰的原则下面，有义务甲责任照顾亲人，尤其是落难中的亲人，诚做因的保护伞。圣经创世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发生人类头一层的谋杀案。做兄哥的该隐杀死家己的小弟亚伯，上帝问该隐讲：你的小弟亚伯伫倒位？上帝伫俄巴底亚书也对以扫的后代讲：因为你残害家己的兄弟雅各，你的见笑家要死，永远受毁坏。以东人受上帝审判，刑罚灭亡，就是因身为雅各子孙的至亲，毋但伫以色列人灭城亡国之际无伸出援手，搁圣火打劫，也断绝难民逃生之路，甲因掠捕送交互对敌，这真正冷血、残酷、可恶。古代以色列人伫出埃及要借以东人的地入迦南，以东人拒绝追杀。摩西捌吩咐以色列人，你着吩咐人民讲：恁的兄弟以扫的后代住伫以东，恁要经过因的境界，因会惊恁，所以恁着非常谨慎，毋通惹因，因的地连骹会当踏遐尼细的位，我都无要互恁，因为我已经将以东互以扫做家业。箴言17章17节讲：朋友不时相照顾，兄弟出世是要分担苦难。亲兄弟姊妹出世来到世间，并毋是为着要冤家争夺家产，是为着要彼此分担苦难。保罗教示咱讲，老人无照顾亲戚，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的人，伊已经背叛信仰，比无信的人搁较害。这记载伫提摩太前书5章8节。最后伫遮讲，人生种什么，嘛要收什么。伫15节下半节现代台语圣经翻译做：以东啊，你安怎对待人，人嘛会安尼对待你；你安怎做，嘛要安尼受报应。现代中文圣经翻译讲：以东啊，你将照你所做得到报应，你付出什么，一定收回什么。中文和合本圣经讲：你怎样行，伊嘛要照样往你行，你的报应要倒转来到你的头壳。这是因果论，正果得果，正道得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代以色列人喙讲喙齿赔喙齿，目睭赔目睭，时常公平的对等对待。最后所教是咱讲，恁爱人安怎对待恁，嘛着安尼对待因，甚至升华到上顶级讲，总是恁着疼恁的对敌，好款待因。咱伫今日新闻科技非常的厉害，咱会当透过新闻所收集过去的文字，也是图片影像，真紧就会当看到政治人物因伫公开场合过去讲啥物，做过啥物，甲现今做一个对比，就若亲像是照妖镜的面前，无底通躲闪，会当一清二楚。有一日，上帝伫审判的时，无论是人也是国家所做所犯
对甲毋对诶代志，也会大大细细一清二楚，无法度狡辩，也袂当推卸责任。人种什么，将其买，也要修成家己所种诶一切。罗马底亚书虽然短短一小本，毋过底阁有力诶信息教咱，毋通骄傲骗家己，也毋通过头信任别人，互人骗去，也着珍惜亲情，也着谨慎家己诶人生，种什么也要得什么。主阮献上祈祷感谢，阮会当伫即个罗马底亚书虽然短短一章诶中间，阮清楚知影，阮袂当骄傲来家己骗家己，阮也毋通过头信任别人至到互人拐骗。主，阮也知你想诉阮有兄弟姊妹阮来到即个世间，也毋是为着要三钱来争夺财产，较要紧，阮是为着患难彼此相照顾，来诚侪兄弟姊妹，互阮也当珍惜即个亲人情。主，互阮也知影，阮诶人生，阮种什么，也的确会收成什么，互阮搁较谨慎伫阮诶一切所行所做所讲。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